2025年 MC 第28條啲 probability 一啲 expected value 嘅題目啦。咁首先咧，佢就話幾張卡2、2、2、3、4、5，其實得4個數字，得2、3、4、5。如果抽到嘅話，分別咧個 token 咧可以攞到嘅獎券咧就係抽到2咧就10個啦，抽到3咧就15個獎券啦，抽到4 25個獎券，抽到5咧就50個獎券。咁咧 expected number 佢問你嗱 expected value 咧重溫一下先。假設你掉標啦，假設呢個3蚊機會率係1/10，唔係 sorry 5蚊機會率1/10， 3蚊機會率係3/10， 1蚊機會率6/10。expected 你玩呢個遊戲嘅時候，咁就係咧你呢個嘅機會率乘翻你得到嘅嘢，即係呢個機會率乘得到嘅嘢加呢個乘呢個加呢個乘呢個，呢個就係叫 expected value。而家同樣道理啦，咁所以咧你得到嘅分別係呢幾個啊嘛，所以我要知擲到2嘅機會率係幾多，擲到3機會率係幾多。total 6張卡，6張卡擲到2嘅機會率咧，6張卡咧擲到2嘅機會率咧就係3/6，擲到2啦。另外每個一個，所以每個都係1/6。所以答案咧就係咧呢個乘呢個加呢個乘呢個加呢個乘呢個加呢個乘個破必，撳個計數機出嚟 ，expected number 係20。呢條同學應該要識嘅。So I say yes love you， 粗數歲月不艱苦，身邊滿布戰友，裝律詞做到歡呼，考試唔做大二珠，挑機要入好 program， 準考證記住唔好出 course。So I say yes love you，BN 不記盡力功夫 ，MC 你唔係靠亂估，即使要含着廢水。